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继续来关心大地震的灾情，目前这死亡的人数是已经累积到10个人。今日伫咧太鲁阁的沙卡当步道，又搁发现2个人风台伫咧土石下骹。不过因为当地是一直咧发生地震尾，只好先暂停搜救。也若是另外一队搜救队，是无再去互石头牵着的风险，去救去中救出9个民众。目前这山区内底也有超过600人受困，空勤直升机透早有空投物资。搜救队员用行的去到中环山区，真侪所在拢放弃。过程当中，世界是硬碰碰，而且搁一直闪开落来石头，救援的行动是真危险。中环还是有不断的落石啊，所以就是在行走的部分就是有一定的风险。中环规个因为崩山，行过所在土石看到是拢脆炎炎。搜救队各行的入去救出动，经过3点钟，车5早起10点外，顺利救到9个民众，一个人卡断去，特搜人员轮流给他挨落山。很开心啊，因为我们要看到本人，我们才知道说他真的安全。很开心，平安就好了啦。但几啊天，母仔囝总算是见面，2个人烧染流目屎。不过另外一边，石家庄步道有6个人失去联络，家属发文请大家斗找人，嘛有人真着急，直接去指挥所探问，希望会当有好消息。他说要回来花莲祭祖，然后他们就先到太鲁阁去走路运动。我们有打电话，可是都不通了。石家庄救援的行动，赶快是真辛苦。队员牵搜救犬，爬60度真高的山坡，四界拢是崩山的路石。尾后伫真侪大粒石头下骹，发现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呆伫下底，那像是罹难者，身份也会确认。不过伫搜救的时阵，也是一直发生地震尾，嘛不时有石头落落来。1公里外，佫发生崩山，搜救的工作只好暂停。中间大概碰到4、5次的落石，那中间都有做一些紧急撤离。那最后是因为落石的状态越来越密集，我们就现场所有的先撤出。地震了后的第3天，救灾的任务也是无停歇。空勤直升机伫天祥地区甲西部国小空投物资补给，乌用直升机嘛伫天祥接到有超过60个人有医疗的需求，优先甲因载落山。那地震有没有很可怕？地震不可怕，应该是吓到了。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至少600个人受困，包括天祥地区有500多人，西部国小84个人在内，几个所在拢伫等待救援，失去联络的也有13个人。目前天气开始咧变，嘛冲击到搜救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外国游客部分本来是有一个加拿大籍，甲2个摕澳洲护照的新加坡人失踪，是当用手机的定位咧找人。暗时外交部是发布一条新消息，讲其中的加拿大人已经联络到人平安。一个跳落车赶紧把身躯的土粉搬搬，牌仔甲行李箱也拢交涂刷。因为这批的外国游客4月初3经历地震了后，伫中环过一暝，手机网络拢断线。好在在初时早起拄到要落山的货车，顺续坐车，顺利到特殊中心。No Wi-Fi, no internet, no water, no electricity. We made we took the water from the mountain. Everybody here has been amazing. The hotel were incredible. The staff loved us so much. Everyone was translating. It was a scary experience, but everyone made it incredible for us. 有民众伫面册答文，表示有一个75岁日本人清水先生，家己骑脚踏车环岛，暗过伫地震了后失去消息，朋友真着急，看海求助。好在在伫真侪网友斗转发，找到伊安全住伫华人民宿。暗过外交部表示，也有加拿大籍1个人、澳洲籍2个人失去联络。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资讯有加拿大籍1个人、印度籍1个人、新加坡籍2个人失去联络。规划由花莲应变中心进行手机电话找找，过来也把握黄金时间来救援。总统府指出，目前有88个的政要陆续对花莲赈灾表达慰问甲支持。暗过中国的举动，真侪人的议论。中国大陆方面对此次地震造成的伤害高度关切，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外交部对此表达不满，并严正谴责中国利用台湾赈灾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无耻行径，正凸显中国对台湾只有政治算计，毫无善意的威权本质。
外交部正式回应，批评中国趁台湾重大灾害进行认知作战。根据国防部的公布，测试规工查到8只强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花莲7.2大地震起的天王星大楼，夜间5点已经开始咧拆。不过中岛一站海较大力的地震尾，造成这大楼是搁向前去1公分，向倒边去0.5公分。官府是预估2礼拜内会拆线。根据上新的画面，这大楼的正面甲边仔拢有用钢梁固定，下骹嘛有用安稳土增加重量，互大楼会当搁较稳定。一摆拆除工程计共是有100外人斗3工。花莲官府是宣布讲，工程会24点钟进行，并2礼拜来拆线。也是讲到机密的物件，若是这时间的过程有扣到，就会送去边仔的收集站，尾仔会交予花莲分局来保管。这回地震因国际媒体关注，真侪国际媒体除了报道咱的灾情，嘛真讹落咱台湾的防灾准备。亲像 CNN 的记者就讲，往往这规模7以上的地震，死伤甲灾损拢会搁较严重。不过咱台湾算是隔工火车就当恢复运作，而且多数地区送电拢是正常的。也若是纽约时报是讲，这天王星大楼起竟然无随放弃是真无简单。也若是包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佮有美联社，拢认为咱台湾是因为经历过921大地震了后，改善建筑规范，而且民众的防灾意识真悬，所求的行动嘛真猛烈，才会当减少死伤。原来关心中东的局势。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有7个员工去加沙援助的时阵，去互以色列帮死。美国总统拜登就警告以色列，要提出实际行动，好好保护加沙的百姓甲援助人员。若无，因就要改变政策。今日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总算是宣布讲，开3条入加沙的人道救援路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随即召开记者会。公布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个人30分钟的通话内容。科比表示，拜登对着加沙的人道危机感觉无法度接受，要求以色列伫刷落来几耐点钟还是几天内，要即时采取具体行动来保护加沙的民众和援助人员。He made clear that 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Gaza will be determined by our assessment of Israel's immediate action on these steps. He underscored that an immediate ceasefire is essential to stabilize and improve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and to protect innocent civilians. 对着北京的声明，国务卿布林肯阁补充讲，若是美国无看到以色列有改变，安尼美国的政策就会来改变。北京记者进一步问科比，安尼敢代表美国会改变对以色列的军售？科比讲，伊无想要有过也未定案的代志。世界中央厨房 WCK 的国际援助人员，使伫以色列的炮击了后，拜登政府内外拢面临真大的压力。穆斯林领袖不满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拒绝出席北京举行的传统斋戒月的活动。民主党内部嘛传出调整对以色列军售的声音。拜登的好朋友参议外交委员会议员昆斯就表示，若是纳坦雅胡进攻拉法，伊会投票限制军售以色列。若是国际舆论，欧美政府的态度变强硬了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宣布讲，要开通3条进入加沙执行人道救援任务的路线，其中之一是进入北加沙的埃瑞兹关卡，还有南部的阿苏多德港。另外一条是方便约旦运送物资的凯瑞沙罗通道。加沙战争以来，已经有超过196个援助工作者死亡。随后发生的 WCK 车队的炮击事件，是头一届有国际人道工作者死伫战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年是非洲卢安达大屠杀30周年，迄当阵短短100天，就有80多万人去互杀死，竟然到今也会当学到受害者的身世。真侪村民用地头甲沙条一直学，无偌久就学到这天花板，所来真侪骨头就渐渐出现啦。尽管已经过30年啊，当地民众依然继续发现卢安达大屠杀真侪受害者遗骨。twagerageje kuganiriza abantu tubabwira tuti twebwe ibyabaye byarabaye ko umuntu uza ahantu umuntu yaba ari natubwire tujye dukura abantu mu mirima yanyu mwe kubahingiraho ariko birabaje imyaka 30 kubona tugisanga hari abantu bubakiweho amazu
1994年4月到7月，罗安达内战进入上届黑暗的时期，乌毒族武装分子伫短短100天左右杀害至少80万人，多数受害者是多西族人。趁罗安达国内维持和平的状态，有一寡专家将这个功劳归功现任的总统卡加米。当年真侪多西族领袖率领军队平息战火，对2000年上任了后，除了大力推动国家发展，也促进乌毒族甲多西族的社群和解，一定程度上避免罗安达陷入混乱。不过，也有真侪人权的工作者呼吁，卡加米应该停止杀害，也是加禁异己分子。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notion that you must suppress a few Rwandans in order to preserve peace. Remembe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anchored within the Rwandan constitution and also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另外，被认为是罗安达大屠杀帮凶的法国10月为法国历史学家把提出一份报告，指出当时的密特朗政府唔支持种族主义乌毒族领袖，也放任屠杀者走路。尽管伫现任总统马克宏2017年上任了后，两国关系开始有较好一点啊。法国也只是承认对大屠杀有责任，但过无愿意为此来牺牲的。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意大利威尼斯是世界级的观光景点，当年是有3000万人去游览。不过，因为这观光客伤济，环境垃圾里落，居民的生活去互搅吵着。所以讲，因是宣布讲，对这个月2、5开始，若无要过暝游客，就要收一条入城费。一个人是5块欧元，和代表174块，维护当地生活品质。除了收入城费，意大利有2个城市拢有特殊的规定。亲像这威尼斯，就因为人伤济，市区是禁止骑脚踏车，避免烧弄。而且为着卖互世界垃圾里落，嘛袂使哪行哪食，袂使伫咧岸边野餐。也若是卡布里岛，是禁止游客穿诺里亚佮有目镜，因为这行路的声音伤过吵。意大利水都威尼斯以优美的环境、建筑甲艺术珍藏而出名，所以讲伫1987年，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每年吸引大约2500万到3000名游客来遮佚佗。不过，这对当地真烂的生态系统已经构成威胁，去年差点被列做可能灭绝的世界遗产的名录内底。为了管制遮济的旅客，威尼斯宣布对4月2日开始，会伫春天甲热天这大月，会向无过暝的一日游旅客thu5块欧元，大约是174块台票入城费。这将是全球头一次限制人数而且收费的城市。若是违规，上最面临300块欧元，大约是10417块台票罚款。这新的规定实施了后，一日游的旅客必须先伫网络顶面来预订，付费了后会得到 QR code。参观迄天爱伫特定的检查点入境。威尼斯的管制时间伫当地时间早起8点半到下晡4点中间。这个新的收费的规定，初期会实施29天，先实施到7月中。Prima di arrivare al varco e prima di accedere alla coda, le persone che man mano si avvicinano verranno avvicinate da questi steward che ricorderanno alle persone, prima di accedere al varco, che è necessario un QR code, che non si mettono in fila senza nessun documento perché creerebbero intasamento. Per cui, ove ci trovassimo in presenza di qualcuno che non lo sapeva o non ce l'ha, diciamo guarda, il modo per averlo, entri in internet e te lo scarichi facilmente. 市长布鲁纳罗讲，会免费入去威尼斯，包含14岁以下的囡仔入城工作、读册、探望出来的人，也是讲接受医疗的人，也佫有伫威尼斯甲威尼托地区出事的这民众等等。根据威尼斯的调查，有80%的旅客拢是一日游，因往往真少伫遮消费，所以讲也无法度带动当地经济。正住伫威尼斯的民众大约有5万人，伤侪游客对因来讲是种负担。除了伤亏以外，也对当地生活方式甲文化造成影响。当地政府烦恼，若住伫威尼斯的民众人数继续下降，这就无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咯。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后礼拜4月7日，北美洲会出现天狗食日，真侪人是已经开始抢位，要找一个会当看甲上清楚的所在。若是这回看无到，北美洲就要等到2044年啊。国外媒体就采访到美国一个天文迷，伊是已经走遍全世界，看过20届的天狗食日。看到真惨白的日头，气候月亮影杂咧，天看到暗暗，像要暗嘛共款。4月7日，墨西哥甲北美的天顶会出现天狗食日天文的机关。这个天狗食日持续的时间会比2017年搁较长，涵盖范围搁较宽。
这是这7年来在地区头一届发生，嘛是北美地区2044年进前上尾一届天狗节日。 Everybody in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will get to see at least a partial eclipse where the moon partially blocks out the sun. 这届天狗节日会先出现伫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再来是德州甲美国其他14个州，搁来会出现伫加拿大。4月7日这一天，互真侪观众真是真期待。其中有一个住伫美国德州63岁，对天狗节日这个现象真有兴趣的人，雷特西亚。 伊捌伫世界各地做过天狗节日20届。I've seen 20 all over the world, all 7 continents. Who knows those 7 continents? Yay! Did you know there were 6 oceans? I've seen 6 oceans too. 雷特西亚对天狗节日是真有兴趣，也个主持 podcast， 嘛去学校甲社区小解虾米叫做天狗节日。也若美加边境真出名的景点尼加拉水墙，有可能同一个时间约入来100万人。按算到时，可能交通会大塞车、手机网络，甚至是紧急救援服务等等，嘛会受到影响，所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公司新闻心动陪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